传出去，红姐。继续传，继续传。看他刚才被球打趴了。来，你坐这边，知道那个。拉好了不拉？没拉好。好了，已经可以打了。好了一点。好球！你啊！不能拿到，不能拿到。今天表现不同吧？他这个叫不同裁判。我从来都是。他那天他不在。对，没吃。哎呀，有一点意见，会有。你打得完了，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好球！冰火队加油！那打了不啦？没有打。加油！等一个打出来，我好嘞。哎，你来了！
年纪小。我们得沉住气，我们得沉住气打。稳住，稳住。